創世記第13章，亞伯蘭帶着他的妻子與羅得，並一切所有的，都從埃及上南地去。亞伯蘭的金銀畜牲極多，他從南地漸漸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間，就是從前支搭棚帳棚的地方，也就是他起先築壇的地方。他又在那裡求告耶和華的名。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帳棚，那地容不下他們，因為他們的財富甚多，使他們不能同居。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。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爭，亞伯蘭就對羅得說：你我不可相爭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，因為我們是骨肉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？請你離開我，你向左，我向右；你向右，我就向左。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所爾，都是滋潤的。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、蛾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華的園子，也像埃及地。於是羅得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，往東遷移，他們就彼此分離了。亞伯蘭住在迦南地，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漸漸拿移帳棚，直到所多瑪。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。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從你所在的地方，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，凡你所看見的一切，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，直到永遠。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。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，才能數算你的後裔。你起來，縱橫走遍這地，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。亞伯蘭就搬了帳棚，來到希伯忒曼利的橡樹那裡居住，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。